何不起身施礼？妹妹大难不死，真是有福之人。看妹妹容颜憔悴，定是吃了不少苦头。大王心疼你，姐姐更是心疼。将东西给向妃呈上。是。臣妾曾吃过恶人的苦头，这些服饰，臣妾是打死也不敢碰的。妹妹差人来说要见我，定是有话要说吧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妹妹，你这是？臣妾这几年生不如死，贱如草芥，全是拜王后所赐。臣妾感恩戴德，铭记于心，变牛变马，不敢忘怀。我如此好生待你，真心拿你当姐妹。你刚刚回宫便血口喷人，你是否害过人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向妃，你是失心疯了。我何尝害你，又怎样害过你？空口无凭，要拿出证据来。你向来害人，有恃无恐。这次臣妾就不放过你了。大王公正，不会凭你这三言两语不实之词去冤枉好人。是否冤枉，你心里不比谁都明白。冤枉与否，全凭大王判定。苍天在上，大王自会为我做主。好啊，但要拿出证据来。你说我没有证据？我断定你没有证据。就算我此刻没有证据，很快就会有了。真是笑话。只怕是你成为笑话。等大王看到证据，自会治罪于你。你就等着报应吧。哼，你一个贱婢，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贱婢就是想尝试阻挡王后车马的滋味。你若真想与我为敌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以为你还是相妃？你在宫外与那泼皮魏甲苟且几年，早就污秽不堪。楚宫乃高贵之地，哪容得下你这卑微之躯？臣妾的确卑微至极，可卑微之躯自有卑微之躯的用处。你是在自寻死路。王后说的不错。王后慢走，臣妾不送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。跑不动也得跑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。不好，大王的异常。月儿，我们走近路。月儿呢？蓉儿呢？来不及了，大王的仪仗已经到宫外了，夫人不能再犹豫了。我知道，把酒放这儿吧。你走吧。
月儿，蓉儿，娘亲等不到你们了。记得要让你们的父王为娘亲做主。快见过你们娘亲！娘亲，你怎么样？你要撑住，撑住啊！快去叫女医！是，快去！娘亲，你怎么了，娘亲？月儿，记得要照顾好蓉儿。为啥？记住了吗，娘亲？记住了吗？爱妃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大王，大王，爱妃，爱妃，爱妃，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？就是王后赐的。爱妃，害我这些也是王后，大王要为我做主。爱妃，爱妃，娘亲，爱妃，娘亲。项氏出宫避疾不治身亡，你是在蒙骗寡人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项氏究竟是如何死的？臣妾实在不知，臣妾定会派人查清项妃的死因。不必麻烦了，拿上来。这可是你高堂台的酒具，这踏金酒具可是王后专用的，怎么会出现在章华台呢？大王，酒具是臣妾的。但并非是臣妾刻不离身之物，定是有人窃取来诬陷臣妾的。诬陷你吗？传章华台的侍女上殿。传章华台侍女上殿。拜见大王。实话道来，你是否看见王后进入了章华台，并看见王后与项妃单独相处？是。奴婢所见确实如此。下去吧。大王，臣妾与项妃单独相处确实不假，但臣妾没有毒害项妃，还望大王明察。你去章华台干什么了？臣妾听说项妃受了不少委屈，难免恻隐，原打算到章华台去安抚她一番，没想到见到项妃之后，我们彼此言语不合，臣妾便恼怒地回宫了。哦。谋害项妃定是另有他人。哼，你别以为死无对证。项妃在毒发身亡之前，已将害她之人的姓名告诉了寡人。哼！是王后。大王，项妃定是受人指使，在诬陷臣妾。闭嘴！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更何况项氏性情纯良，可正因如此，才屡遭暗算，丢了性命。而你却说他诬陷你，大王，大王息怒！大王，大王息怒！大王，你旧伤未愈，万万不可动怒啊！滚开！你做出这样的事来，
让寡人如何不怒？大王，不必多说，你我已经走到头了。大王，你出去，回你的高堂台去，别让寡人再看到你。王后，奴婢服侍您吃点东西吧。王后，这粥啊是奴婢让膳房。王后当心！当心！7年前你就该叫我当心了，当心那贱人项氏和毒妇狙击。王后不必过于烦恼，终会有解决困顿的办法。糊涂！项氏已死，无论是不是我下手，我都脱不了干系，更何况我失去了大王的信任。这20多年来，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从未有个大的差池。如今我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他们想用那项氏的烂命换我的命，我若倒下了，下一步就是太子了。王后，儿臣拜见父王。你来干什么？父王，项氏之事，其中必定还有其他曲折。母后一贯宅心仁厚，必定不会做出此等毒辣的事情。他宅心仁厚？哼！这些年，他在宫中做了多少龌龊之事？你是故意视而不见，还是装聋作哑？父王，母后再有错，那也是父王的结发妻子，也是儿臣的生身之母。望父王看在夫妻情分和于怀儿的父子情分上，能够高抬贵手，宽恕母后。夫妻情分，父子情分。你母亲若对我真有情分，就不会背着寡人在宫中杀了无辜、残害寡人枕边之人。而你已经不明是非，为那恶妇求情。可父王这一时之怒，已经引得宫里平起风波。这么下去，人心难免不稳，只怕会……闭嘴！你不明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口口声声为那罪妇申辩，还不是因为他一贯袒护你的短处？尽管你无能，你好色，你自以为是，可在他眼中，你仍是贤明圣主，是大楚的不二储君。大王保重龙体。你即刻给寡人从这儿滚出去！大楚没有你这样的太子，寡人也没有你这样的逆子。父王，滚！大王息怒。大王保重啊！大王的龙体无妨，寡人只是一时气滞。你这是？啊，魏国使臣送来了一份国书。放这儿吧。大王，气滞，皆因情志不畅，饮食邪气，君子饮酒3绝而止啊。王后忤逆，太子不成器。这大楚若是交到他们手里，必会被他们败掉。家门不幸，寡人何以解忧？大王，难道打算
废后废太子。此事重大，干系国本，大王还需慎重啊！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你下去吧。大王，给寡人斟酒。你们不要伤心，你们已经跟你们娘亲告过别了。大王会风风光光的送走你们母亲的。王后为什么要害死娘亲？嘘，这里是后宫，不害人不能活。可我娘亲从不害人。蓉儿，我的好孩儿，过不了几天，你那个没用的哥哥米怀就会被赶下太子之位。大王对你另眼相待，说不定哪天会立你为太子，你就是未来的大王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何为连城之家？就是指你们母亲的性命。我只想要我娘亲活着。不许说傻话，你们娘亲死得值得。月儿，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去爬树，去捉鱼，去挖蚯蚓，我看他们谁还敢笑你。他们巴结奉承还来不及呢。为什么娘亲要死？娘亲不死，我也可以去爬树、抓鱼、挖蚯蚓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步步走在这刀刃之上，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我心里欢喜，我要你们也欢喜。当明日的太阳再照到这宫殿之上之时，这一切就都改变了。戴瑁，我是不是已经有了白发？不，王后长发如期。我跟大王夫妻一场，想必大王是不肯让我死的。与其大王冷落我、厌恶我，让宫中其他贱人们来作践我，倒不如让我此刻就去死。趁大王在气头上，我求大王赐我一死。臣妾的命本来就是大王的，臣妾愿意为项氏抵命，只要大王能消气，保我怀儿太子之位。王后，起来吧，伺候我梳妆停当。是。我是王后，君子死而冠不免。王后，大事不好！怎么了？大王在宫中饮酒过度，旧伤旧疾同时发作，骤然昏厥，竟至无救。什么？注目盖棺！大王！注目盖棺！大王！父王！父王！父王！落！楚王李商突然病逝，举国哀悼。在楚王李商任内，出
楚国国力达到顶峰，领土最广，国力最大，武力最强。米商死后，谥号为楚威王。太子米怀继位为楚王，史称楚怀王。众卿免礼。威后，母后，大王不必多礼。不知母后来召寡人所为何事？欲求大王一事。母后尽管讲，不论什么事情，寡人都答应你。先王一去，必定寂寞。我求大王应允，让我随先王陪葬。什么？这万万不可，绝对不行！我去意已决。这是何苦呢？寡人知道，母后跟父王间谍情深，只因太过悲伤，方生此念。可是大王去了那边，路途必定清冷。母后放心，寡人已令进上拟了陪葬名单，必定不会使父王寂寞。陪葬名单在哪里？我看看。母后请看，除此之外，还有300名奴隶、300名侍女随先王一起殉葬。倒也罢了，再添2人。母后是想让芈月和芈容也给父王陪葬。他们年纪尚小，况且是寡人的王弟王妹。我何尝不知？可是昨夜你父王给我托梦，说他非常惦记芈月、芈容，他想带他们一同去。我怎能违逆先王这最后的要求？芈月、芈容是先王在世时最疼爱的公子和公主，先王有此要求，亦不为过。既然母后如此说，那寡人照办就是。魁姑，你先回去吧。奴婢要服侍举祭。不必了，这是我跟他2个人的事情。威后，妾身拜见王后。夫人应该说威后才是。是啊，先王的谥号是威王，如今你是大王的母后，本该在称呼前加上先王的谥号才是。妾身拜见威后。一个女人终于熬到自己称呼前面加上了丈夫的谥号，此生再也没有人压在我头上，再也不用跟人争宠，不必担心失宠，更不必担心有人对我和我儿女的算计，这是何等的痛快！威后所言甚是，你赢了。凭你，也配跟我论输赢？即便如此，妾身仍有一事不明。说，你要取项氏一双儿女的性命，便有了先王托梦要芈月、芈容殉葬之说。妾身不明，你那么恨我，更应该让我先死，又为何偏要留我性命？如此愚钝，还来跟我争斗？如今宫中谁是大王？芈怀。没错，我生的芈怀，让你死如同踩死一只蚂蚁。可惜宫中向来都是死比生容易，我要留下你，让你生不如死，是件极其有趣的事。
我让你看着芈月、芈蓉去死，看着自己苦心积虑经营多年的希望被带到陵墓中去。我要让你在宫中好好活着，之后的每一日都会成为你漫长痛苦的折磨。让你死？不，那太便宜你了。妾身明白了。不，你还是不明白。你我这次的胜负只在毫厘之间。若命运稍有差池，坐在这儿的是你，而伏在脚下求死的是我。要怪，只能怪你的运气太不好了。你可以不对我留情，但是芈月和芈蓉还是2个孩子，究竟怎样，我才能保全这2个孩子的性命？除非有人去问先王，让先王亲口告诉我，他不需要芈月、芈蓉的陪伴了。先王一世，又有谁能问得了他？如无人能问先王，那我也爱莫能助了。夫人，夫人，人呢？放开我！你知道，我从不喜欢别人对我过分亲昵。魏后说了，除非有人去问先王，先王不要你们陪伴，你们方能不死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和弟弟真的要去陪葬吗？的确如此，我不想骗你们，骗也无用。举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夫人，蓉儿不会死。哥哥，奎姑明日会再去求魏后，奎姑愿意替你们去死，求他放过你们。我乏了，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吧。芈月拜谢举娘娘养育之恩。明日月儿和蓉儿走了，便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这是芈月心爱之物，今后再也无用，留给举娘娘做个念想。
举鸡去问先王啦！举鸡去问先王啦！举鸡去问先王了，这是如何问法？他就是以此白绫自尽的。是。背后你看，这绫上还有字。妾去问先王，遇见芈月、芈容否？还真去问先王。哼，先王会有答复吗？母后，你看，这上面有一个“否”字。先王显灵了！先王显灵了！先王显灵了！好吧，大王，既然先王心疼你，预留2个辅佐之才，那就把芈月、芈容留下吧。多谢母后。你真行。月公主，荣公子，这是举姬留给你们的。月儿，蓉儿，我去见先王了，不必为我伤悲。微后说的对，没有了你们，我便没有了希望。日后我每活一日，都是严酷的刑罚。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们，尽管我曾经把你们姐弟2人当作我与微后争斗的筹码，可终究我还是把你们当做了自己的儿女。娘娘。先王对你们关爱有加，把你们留下是要派用处的。自今日起，你们到先王的陵墓去守灵，在那里好好报答先王吧。微后，芈音来了。哪个芈音？齐妃的女儿。哦，那个投河自尽的齐妃。她为什么投河来着？微后您忘了，齐妃是齐国公主。徐州之战，先王打败齐国，齐王愤恨不已，写信责怪齐妹不为母国说话，齐妃羞愧难当，这才投河自尽的。留下那个孩子，也是可怜。你等退下，即刻离宫，不可耽搁。是。月儿、蓉儿，我们走吧。拜见母后。这孩子真是懂事，以后就跟着我与舒儿作伴吧。谢母后。这是举姬族人留下的一处宅子，几日前举姬把小冉接到了这儿，由这位郑伯照顾。他就是我弟弟吗？对，他就是你的另一个弟弟小冉。小冉不哭，我是你姐姐，我会照顾你和蓉儿的。月公主天资颇高，在那陵园人烟稀少，切不可荒废学业。眼下我虽无法帮你们脱困，
但我会继续给公主授课的。功课我会让子歇给你们带过去。谢师傅教诲之恩。公主保重。玉儿，子歇哥哥，你来的可真巧啊！今日我们要打牙祭呢。你怎么自己出来狩猎了？是不是内府的人克扣你们东西？稻米葛麻倒是还按时送来，就是肉食初一15才有。人儿嘴馋的不行。你本该锦衣玉食，却在这粗茶淡饭，还要自己狩猎。锦缎有什么好的呀？一爬树就撕破了，还不如葛衣耐磨。对了，今日你给我带来什么了？我给你带了周礼，一共6篇，这是天官种载篇。每10日我给你带一卷，之后我就还给夫子，再给你换下一卷。子歇哥哥，你整日给太子做伴读，变得这么懒，我早就告诉过你吧，让你多给我带些书简来，你就是不肯多带。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，不可图快。不许你教训我！好，我不教训月儿，只可惜在这陵园之中为先王狩猎，礼乐书数御舍这6礼，除了书跟数有点微末之技，我可以教你外，其他的都学不了。谁说的？我软鞭百发百中，学会了骑马，魁姑还教我弹箜篌、吹排箫。眼下我已经开始学3礼了。你说的那些不过是皮毛，算不得正式6艺。礼不是书，不是谁学会了背书就能了解的。居一气，养一体，只有从小生活在宫里，经过各种的朝圣祭礼，才知道礼是什么。乐是要用耳朵来听，魁姑毕竟只是个女婢，她能教你的只是小技，像云门、大弦、大勺、大夏、大户、大舞这6乐和几百人的那种大舞，你没看过听过，用竹简是学不到的。真烦！你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宫里如何好，这里如何不好，可我偏觉得这里好。嘿，让我来看看这匹宫里来的好马跑得有多快！驾！
山鸡呢？山鸡不是在那儿吗？哎呦，玉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手上怎么有血？是不是跌伤了？肚子疼。你肯定是摔伤了。走，我抱你回去。魁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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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姐姐没事吧？玉儿刚才她说她肚子疼，衣服后面有血，肯定是跌伤了。魁姑，玉儿伤的要紧吗？不要紧。姑姑是说玉儿她伤的不重。你和蓉儿先出去，我来打理。我也许能搭把手。出去。魁姑，这个忙你们谁都帮不上。我没有跌伤，就是肚子疼，在流血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玉儿长大了，要做女人了。不，姑姑诓人。姑姑何曾诓过月儿？姑姑就是诓人。月儿不要做女人，月儿要当男人。做女人有什么不好？就是不好。宫中有那么多女人，就围着父王一个人转。娘亲就是女人，只能日日站在门口傻等。我不要做女人。这事儿啊，由不得月儿，也由不得姑姑，是少司命早就安排好的。就不能改变吗？月儿，换套干净的衣服吧。月儿，姐姐，月儿，月儿，魁姑给你疗伤了吗？月儿，你哭什么？魁姑说，这是少司命的安排。少司命。月儿，我要回去了。月儿，你快走吧，趁着天还没黑。听屈夫子说，宫里头又开始给大王选妃了。宫里头的女子都跟蟋蟀似的斗来斗去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想进来？女孩子家15岁及笄之后，父母就给他们寻婆家。如今楚国战事不断，昨日心腹，明日寡妇的女子比比皆是。若是能留在宫中，总比嫁到寻常人家要好些。我该走了。身上有股异味。嘘，你疯了吗？说这样的疯话，你还想让大王看上你？那假如有人问起，姐姐该如何应对？就说什么都没闻到。你等退下，后面的上前来。
大王。抬起头来。你小女子尚蓉儿拜见大王。何故离寡人那么远啊？大王神武，小女子敬服。上前来。再上前来。寡人问你，你可闻到什么气味没有？说话呀，闻到没有？香味儿，整个大殿都是熏香的气味。哼，还磨叽什么？别耽误了别人的好时辰，快走吧。你民女圆珠，洞庭人士，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长得果然不错。你老实的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寡人身上什么气味没有？寡人身上的气味。你说没有，那你为何憋着气，连话都不敢讲？下去。你小女郑秀，拜见大王。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什么气味没有？是的，小女子真真切切的闻到一股气味。闻到了什么气味？一种特殊的气味。特殊？一种大王身上独有的气宇轩昂、动人心魄的气味，一种让天下男人都黯然失色的气味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来，寡人身边来。是大王。听你刚才那般讲，你是喜欢这个气味了？闻到这股气味，小女子情不能已。你当真喜欢吗？今日寡人见了那么多个，只有你最合寡人的心意。来，寡人赐你杯酒喝。谢大王。来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快过。月儿。月儿找什么呢？记得葵姑上次把一个陶罐放在哪儿了，月儿想用它插花。哟，我们月儿什么时候也爱上花花草草了呀？葵姑，你看它多好看呢！好看，跟我们月儿啊一般好看。月儿才不要什么好看，我们月儿打扮打扮，比花儿还好看，是不是蓉儿？是啊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姐姐是淑女，黄歇哥哥是君子。你再敢胡说！女孩子家有人喜欢是好事儿，我们月儿手又巧，心又好，长得又漂亮。葵姑，这
这是给小冉做的衣裳吗？是啊，已经做好了，姑姑明日就给她送过去。诶，你在念什么呢？我在念《诗经》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子歇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月儿好看。说谎话。月儿是好看。我好不好看与你有何干系？呆子，还不快来帮忙？哦。这后日就是寒食节了，听说大王和魏后要来给先王扫墓。是啊，宫里头已经把该用的东西都送过来了。那日公子和公主们都要跟过来，人多眼杂，你们最好小心点儿。多谢智姑姑提醒。智姑姑，哎，又来采草药了。是啊。哎，姑姑，前段时间我采了不少金钱草和夏枯草，都晒着呢。姑姑要不要带走啊？改日再拿吧。这山上啊，长着什么草，有什么药，月公主比我都清楚。黄公子也在呢。哎，姑姑。天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吃完饭再走吧。不吃了。那我送你。好，姑姑慢走。姑姑慢走。好香啊！嘿，嘿，小冉妈，干嘛呀？你别动。干嘛呀？头上有根草，我帮你拿下来。看，没骗你吧？天都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姑姑说了，留我吃晚膳，今日有余。你就那么馋啊？人家黄公子大老远的来给蓉儿授课，该留人家吃饭。姑姑，就那么一条鱼，让他吃了，蓉儿吃什么？我愿意把鱼让给子歇哥哥吃。听见没有？那你就别吃了。蓉儿，吃鱼。蓉儿，你吃。吃鱼。姑姑不爱吃鱼。我也不爱吃鱼。月儿吃吧。来，小心刺啊！你们都不爱吃鱼，那以后我捕鱼自己吃。我爱吃鱼。那就赶紧吃吧。姑姑吃。水的，真是个好地方啊！青山再好，好不过你秀色可餐。大王，大王，
母后何事？今日祭奠先王，要焚香奠酒，礼拜插礼。公子公主们要站到前面，嫔妃要按照位分排到后面去。爱妃，委屈你了。反正这种事情，我也不愿意站到前面去。夫人怎么了？啊，轻点，手都红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你看都成这样了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好疼啊！夫人，您再忍忍。哎。这是大蝎子草。蝎子，咬人比蝎子还厉害的一种草。当年我娘亲就是被这种草给害苦了。你娘亲也是宫里人呢？我娘亲是相妃，早就过世了。你也是公主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在这种鬼地方？父王过世后，魏后罚我和弟弟在这里给父王守灵。好了，这草清热解毒，再过1-2个时辰，你的手就没事了。谢谢妹妹古道热肠，来日郑秀有机会，必会投桃报李。不用放在心上。大王祭礼，拜！起！大王奠酒。月妹妹，是月妹妹吗？舒姐姐，月儿正想找你呢。月儿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月儿好想你啊。是啊，见你好难，我适才也到处找你呢。我刚好给一个面生的姐姐帮了点忙。那人是郑秀，这几年新晋的嫔妃中最受大王宠爱。去年生了位公子，大王将他提了南后的位分。不过母后很不喜他。宫中女子，除了你，有谁还能让魏后欢喜呢？宫中的姐妹也就属你最倔强，有的人可会讨母后欢心了。我正在尽力说服母后，让你和米荣回宫。听说屈原大夫也在想办法，你还不赶紧把嘴巴变得甜一点儿？月儿不会变，也不想变。回宫有什么好的？你看这儿，天宽地广的，多自在啊！就算你不想回宫，你也不替米荣着想。米荣已经10岁，他不能总在这陵园守灵啊。你们在这个地方，像庶民一样无声无息，野生野长。诗书礼乐射御全都与你们无缘，将来米荣总要走到人前去的。若是没有封号封地，他成人以后如何安身立命？哼！再拜！起！退！众公子祭灵。
祭奠已经开始了，舒儿哪儿去了？再拜。母后，婴儿适才看到有人硬把舒妹妹给叫走了。何人这样无礼，耽误了祭奠时辰？先王是要怪罪的。母后说的甚是，那人啊，本来就不曾受过教化，不知礼义廉耻。但婴儿最担心的是，万一他带坏了舒妹妹。退！你们在这儿有肉吃吗？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韦后，多年未见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不堪。芈月，不知做错了何事，让魏后震怒，还跟我顶嘴，跪下！你自甘堕落罢了，还竟敢教坏我的舒儿！母后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你可知今日来先王陵园做什么？时辰是已经算好了的，祭奠已经开始，你不在先王那儿尽孝，反而跑到这儿来跟芈月混在一起。舒儿忽略了时辰，是舒儿的不是，求母后不要责怪月儿。尽良者惠，尽愚者痴。若不是这个丫头，你何尝这样不知轻重？母后，我拜见韦后。月公主若是有何差池，都是奴婢的过错，望韦后恕罪。我跟公主们说话，什么时候一个奴婢可以随便过来插嘴？贵贱有别，公主是贵重人，即便是出了过错，责罚也该由奴婢承担。来人，在，把这无礼的奴婢拉下去，打20杖。是。月儿，放开姑姑！放开姑姑！月儿，月儿，韦后，魁姑是奉先王之命来照顾弟弟和我的，一向循规蹈矩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念在他年纪大了，受不起这20杖，望韦后饶过魁姑。母后，求你放过魁姑吧。即便是先王之名又如何？先王仙逝多年，那些曾在先王身边待过的阿猫阿狗，以为可以永远得到先王的庇荫？都是月儿的错，都是月儿的错，请韦后责罚于我，放过魁姑。他是奴婢，带你们受杖那是本分，你们还为了他自请责罚，真是失了体统。好了，祭奠时辰不等人，你们赶快起来，马上到先王的灵前奠酒焚香吧。疼吗？放心吧，这20丈击杖之上不会要了我的命。都怪我不好，连累姑姑挨打。傻孩子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不管有没有理由，他都会给这个下马威，这叫杀威棒。我恨他。不，月儿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呀，不是恨。是忍，忍到几时？忍到我们回宫。那个女人，姑姑心里清楚，你娘亲和举姬都死在她的手里，她巴不得你们在这儿自生自灭。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宗室朝臣们留意到你们还活着。只要能回宫，在宫里熬上几年，等蓉儿分封了，我们就能平平安安的跟她到封地去了。月儿明白了，为了蓉儿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我一定忍。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爱妃免礼，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？拜见大王。大王累了一天了，臣妾备了点薄酒，给大王解解乏。爱妃不忙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？下去，下去。是。爱妃，
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，捉住了寡人，即便是在朝堂之上，只要寡人想起了你，那都是心惊摇曳，难以自持。今夜换寡人来捉你如何？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，你先别急，臣妾有些事情想问问你。快问快问。臣妾问大王，你对芈月和他弟弟今后有何打算？今日真是奇怪，屈子来向寡人提议，想让那芈月、芈容回宫受教，母后呢就坚决不同意。现在你又来问寡人，为何呀？在陵园时，芈月曾帮助过臣妾。哦，臣妾觉得这件事情，母后就是太过于小气。听说芈月和他弟弟在陵园已经守了6、7年，就算是给先王守陵3年，这时间也够长的了吧？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长期流落在外，不受6艺之教，太失体统，传出去岂不成为世人的笑柄？爱妃所言极是，那就依爱妃的意思，让他们回来。大王这是答应了。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大王重情重义，臣妾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等一会儿寡人捉到了你，自然会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来来来，给寡人蒙上。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大王，我在这儿呢。大王，你快来呀！哎，哎，母后，舒服吗？微后，听说大王要让芈月、芈容他们回宫了，连屈子都在替他们说话，大王自然是顺水推舟了。那个芈月自小是个害人精，微后可得留意了。母后不用过于担忧，婴儿想将那芈月收进宫里头也好，放在外头太让她逍遥自在了。收进来，再厉害的精怪也不敢在母后面前兴风作浪啊。瞧瞧，这偌大的后宫，属婴儿这张小嘴最会说话。哼。拜见微后。起来吧。大王有令，让你等回宫。芈容由魁宫侍候入住云梦台，芈月进高堂台给舒公主作伴。我思量你虽然不通琴棋书画，但粗活应当不错。以后记着，日日把这大殿的台阶给我清洗干净，然后拔草扫院子。再有功夫就要悉心照顾舒公主的起居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戴瑁，好好训导他，让他懂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这擦地的活姑姑帮你干。回姑记性这么坏呀？才几日就忘了那顿杖责了？姑姑，你带蓉儿回去吧。这点活我干得了。月公主，在奴婢这儿可别想偷奸耍滑，好好干活吧。回去吧。微后，舒公主带这只金簪如何？那这只呢？好啦。今日习练少司命祭舞，时辰都要到了，带哪个不一样啊？就它吧，快点儿。随他吧。月儿，月儿，姐姐，快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管他哪里，走就是了。快走。月公主，
台阶擦干净了吗？已经很干净了。可上面明明还没擦。我说干净就干净了。舒公主，微后有旨，月公主不需要习练祭舞。那母后也没有下旨说月妹妹不许看本公主习练祭舞吧？走。姐姐已经苦练好些日子了。4个月后，大王宫中祭祀大典，要选得当之人献祭，他是志在必得呢。好。2位公主辛苦了。舒公主，这支少司命祭舞您习练的不够，此舞中要有手捏兰花的优雅，舒公主似有所不及。此舞却不是舒儿所长。舒公主的不及在于习练的不够，殷公主的不及却在于习练的过于刻意。我哪里跳得不好啦？难道习练多了也是错吗？公主们天生娇贵，生而自有俸禄彩艺。若论习练琴棋书画、礼乐骑射，乃至于女工厨艺、当家理政，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不至于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、雅俗不变、遇事不知。所以，让公主们习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叶儿，他知道。他知道什么呀？诗书都没读过几句。你说。我想，既然让公主们练习琴棋书画，只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那宗旨便在于广，而不在于精了。月公主所言极是。若论厨艺，无不如庖丁。若论女工，无不如缝人；若论歌舞，更是怎么也经不过那些方士的歌舞伎们。但是学了这些，我们可以鉴赏，可以评点。殷公主，您过于醉心这些墨道，未免买椟还珠。正声魏乐，原也不是君子所好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什么女士啊，根本就是个马屁精，只会奉承嫡公主。舒公主做什么都是楷模，舒公主跳得不好，也自会得其精髓。我明明比她好过很多，却成了买椟还珠了。公主，仔细脚下！贱婢，为何把本公主引到坑里？婢子并没有。还敢多嘴！殷姐姐不必使气，没有跌伤便好。跌不跌伤是本公主自己的事儿。可笑的是，如今出身微贱之辈，也都来冒充公主，还到处称姐道妹。殷姐姐不是未老先衰，目力苦短吧？这长廊平坦本无坑洼，你怎么就能看出坑来了呢？所以看人低矮猥琐也不足为怪了。月儿，姐姐，你们这儿好热闹啊，何事如此有趣？月儿听说殷姐姐近来贵体欠安，经常耳聋眼花，有便切勿耽搁，要找御医及早医治才是。月儿，杨凌台那边好热闹，陪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？你竟不知，今日判宫大比，武比在郊外，文比就在杨凌台呀。有文比，还有武比，甚好。
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。算了吧，这会儿要去郊外，太阳都要偏西了，还看什么舞比呀？陪我去阳灵台吧，走吧。走。公主，是否即刻回宫？多嘴！我也去阳灵台。你们看，快来啊！是那边吗？就是那边来。哎呀，好多人呢！是啊，他们都来参加今日的文比呀，个个都是气宇不凡呢。今日啊，真可谓是人才荟萃呢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我看看，让下我看看。那个美少年是谁呀？我知道，那个呀是唐乐。那个就是写章台赋的唐乐呀。听说他和宋玉、景钗三人被称为继屈子之后年轻一代的3大才子呢。是吗？哪个？我看看。舒妹妹，你看，后面那个更是气质不凡。是穿黄衣服那个吗？不是，第4个，穿红衣服那个。哦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就是写《大昭之赋》的景钗。原来《大昭之赋》是他写的，辞藻华丽，读来倒也唇齿余香，只是过于米粒了。其实《大昭之赋》不算什么，最厉害的是屈子新收的徒弟宋玉，据说能歌能赋，而且长相还格外俊美呢。哎，你看，景钗后面那个就是宋玉，看见了吗？还真是好模样。但愿内外皆是一般的锦绣。我看这场上的公子们都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可不是我们大楚人杰地灵呢。就是啊。拜见大王，起。这些世子们倒也一个个都玉树临风的。爱妃春心动淫。大王，你拿臣妾打趣。知好色而慕少爱，男女皆是无分彼此。更何况是食色性也，爱妃无需害羞。大王真坏。男后是后宫楷模，理应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母后教训的是，但臣妾是为宫中的那些公主们做打算呢。此话怎讲？宫中的公主们大多已行家姬之礼，故见君子云胡不喜。只是不知道这里面哪一位才是舒妹妹的君子啊？舒儿的君子怎会在这群人里？舒儿是嫡公主，将来必要嫁给一个国君的。听说这次5国使臣都要到郢都来，就是要跟我们楚国联姻的。大王，今日比文第1场，公子歇对公子乐，题目：不学诗，无以言。刚刚出场的那个世子是谁呀？可是东向而立之人。正是。那是当今才俊黄歇，太子的伴读，众世子中的佼佼者。孔子作诗300，分风雅颂3部，其中国风160篇，是学习各国语言和风俗的起步。行走列国，若是语言不通，以国风诗篇交流已成常例。所以说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，便是如此。公子乐所言甚是，只是黄歇有一事不明。既然国风是诗中重中之重，为何列国习诗都先习颂？我觉得黄公子越是一首唐乐也不错呀。对呀。习诗之所以先习颂，颂乃宗庙之礼。习颂之时，习礼仪，通音乐，做人以礼行天下。然后再是学雅，通晓周天子历代之功业，而知王朝兴废。更要紧的是，雅言是周成所用的语言，也是列国通用的官方语言。此后再学列国之风俗和语言，这便是习国风了。
这样便可以点及面，一通百通。今日要论清新俊逸，品貌非凡，非他莫属。我觉得月儿适才还说殷姐姐耳聋眼花，此话可见有误啊。舒妹妹，好啦，我只听说黄歇文笔风流，潇洒倜傥，而且不光屈子推崇他，就连宫中的大臣们都很看重他的文采。屈子不在，这赛场上抢风头的尽是他的弟子。他在与不在有何区别？屈子游历五国，正在到处游说诸侯们搞合纵的。现在楚国里没有人比他的风头更劲了。依黄公子之言，这风雅颂的次第应该为颂在前，雅为后，风更次之。错，风以感发人之良心也。人心正而后有正论，风在前，雅在后。朋友正而后君臣正，故大雅次小雅；君德正而后成功，故颂次大雅。所以诗300篇中，雅颂皆起于风而次于风。哎呀，黄公子真是有学问啊！是人之有为啊！果然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今日比文，高手如云。月儿，依你之见，今日花落谁家啊？我不知道。黄公子人中翘楚，因而看，今日赢者，非他莫属。你那么稀罕他，我怎么就没觉出他的好呢？黄公子言之有理，但在下仍有一事不明。这从古至今，学子们为诗言志还是诗言情而争论不休，不知黄公子有何高见？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不足故嗟叹之。情即为志，志即为情，情志不可分家。受教。太厉害了，真厉害！黄公子果然学识渊博。就是啊。小人孟浪多有得罪，不知公子正在习练软鞭，迷因打扰了。本公主刚刚在这丢了个香囊，你可否看到？鄙人正打算离去，未见到公主的香囊。公子面熟，敢问姓名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啊，原来是公子歇。前日判公文笔，你一举夺魁，据说那些什么宋玉、景差、唐乐，都输得心服口服呢。总算不负屈夫子教诲。只是不负屈夫子吗？还有大王的主望。除了大王呢？你也算没有辜负本公主的厚望。赛前我曾与人打赌，说你必赢。承蒙公主教诲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公主让婢子好找啊！我又没聋，叫活似的喊我做什么？本公主的香囊丢了，你快去别处寻寻。是这个吗？公主，您不是一直让婢子帮您拿着吗？黄歇先告辞了。是个呆子。公主，您是在训斥灵儿吗？你也配。姑姑，回姑，姑姑，月儿，姑姑，月儿，我想死魁姑了。月儿好像变白了，但是瘦了。姑姑可好？好，姑姑再好也比不上你们了。快坐。眼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，连蓉儿、小冉都变成翩翩公子，仪表堂堂了。蓉儿呢？出去了，跟几个公子去郊外骑马了。小冉呢？
在郑伯那里可安分。听说读书不大用心，但极喜爱舞刀弄枪的。男孩嘛，喜欢刀剑也是情理之中，让魁姑操心了。啊，这是我偷空做的一些针线，拿去给郑伯，到集市里多少能换些银两，补贴家用。魁姑，你看看。你在威后那儿受尽苛责刁难，还要想办法接济2个弟弟。玉儿这针线是越做越好了。姑姑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不碍事的，已经有些日子了，看什么呀，眼前都是雾蒙蒙的，大概是快入夏了，暑热闹的，一立秋就好了。我看看。姑姑，这是翳，是眼疾，你的眼睛里长翳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姑姑，你这是积劳成疾，是给累的。宫里常年克扣陵园的钱粮用度，若不是姑姑，爷爷苦熬做针线出售，我和我的2个弟弟早就被冻死饿死了。不必如此惊慌，姑姑的眼睛自己心里有数，不熬到你和2个弟弟长大成人，是不会瞎的。姑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。几日不见，公子用鞭抛石的技艺又有所精进。精进什么呀？跟师傅比，只有惭愧。急什么？总有一日徒儿会超过师傅。哎，你看这鞭如何？我看这手艺，像是宫中最好的工匠所为。男儿所用的大鞭都较为粗壮。这条鞭子看起来似乎略略轻巧了些。轻巧了吗？那正好送给月儿用。月儿挥鞭如流星闪过，此鞭就叫流星鞭吧。男子持鞭也有大小长短之分，大的强悍，小的轻便。公子这支鞭做随身之物也很好啊。那这样吧，月儿替我先存放几日，如何？适才我见你在地上寻寻觅觅，不知你在寻觅些什么？魁姑患了眼疾，女医治曾告诉我，野菊金银花护肝明目。我已然采集煎汤给魁姑饮用，可昨日又得一秘方，说黄连清热解毒、泻火燥湿，若能将新鲜黄连的根茎碾碎，敷于眼疾处，效果极佳。可我寻遍宫内外，却找不到一株黄连。楚国虽产黄连，可是都长在高山峻岭之处。若要在这隐都寻到一株黄连，恐怕是难了。有一个地方，或许可以试试。哪儿？